Hello，各位聽眾，大家好，呢度係跑馬仔講時事。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令人好傷心，但係亦都好嬲嘅事，就係呢幾日喺網絡上邊傳得好犀利嘅，發生喺廣東揭陽嘅一單虐狗案。如果大家冇睇過呢啲畫面，我唔建議大家去揾呢啲畫面嚟睇，因為睇完呢真係會留低呢個心理創傷。呢件事唔只係一場虐殺動物，佢背後引發嘅法律爭議同埋社會反思，先至係我哋今日想探討嘅嘢。事情係發生喺廣東揭陽，受害者係一隻叫旺旺嘅流浪狗媽媽，同埋佢啱啱出世冇幾耐嘅 BB。而最令人接受唔到嘅係，喐手嘅居然係4個12歲，仲係讀緊小學6年級嘅學生。佢哋當時唔止係用棍打，仲要用魚絲嚟拖嚇佢，甚至對旺旺係撥咗啲易燃液體點火。呢種殘忍嘅程度啊，好難想像呢係12歲僆仔做得出嘅行為。最令人嬲嘅係佢哋將成個過程拍低上傳到網路上邊，啲簡直咧係將呢個虐殺啊變成咗一種炫耀嘅行為啊！而根據當地嘅報道啊，因為啲4個人啊未到14歲啊，根據法律啊，佢哋係唔需要承擔刑事責任嘅，而佢哋嘅處理方法就係將佢哋送去個專門學校接受呢個矯治教育啊！好多人咧都對呢個結果係好不滿嘅，因為覺得咁嚴重嘅行為只係換嚟咁輕嘅懲罰。除咗判罰過輕之外啦，啲4個僆仔，我覺得佢哋嘅家庭教育啊都好缺乏㗎。如果佢哋爸爸媽媽有教佢哋尊重生命，佢哋點會做得出啲咁嘅行為啊？另外啦，希望呢個動物保護法嘅立法進程可以快少少啦。有好多人喺網路上面公開譴責呢啲人嘅行為冇人性，要求推動保護動物嘅法律，但係咧相關嘅內容居然咧俾平台刪除咗，甚至俾人限流，所以咁樣反而啊引起咗更多人嘅反彈啊！大家都喺度諗，我哋對呢啲咁殘忍嘅惡行都唔可以公開譴責咩？呢啲咁嘅審查機制係咪反而令到原本關注件事嘅人更加嬲啊？咁講到嚟呢度啦，希望旺旺同佢嘅 BB 喺彩虹橋度可以好快樂咁樣繼續奔跑。而嗰4個犯案嘅小學生，就算而家法律懲罰唔到你哋將來一定會有報應。麻煩大家訂閱讚好呢條影片，有咩意見喺下邊留言，多謝晒。